大家好，我係宮城啊。咁我想講下咧，究竟一啲普通人同一啲白手興家有錢人係有咩分別嘅咧？其實佢哋咧最初咧個出身啊、環境各方面咧係冇分別嘅，但係最大嘅分別咧唔係環境，而係佢哋個人嘅思維，唔同嘅思維嘅，令到佢哋最後走咗唔同嘅路。例如普通人會一啲固有思維，覺得自己呢一世都係普通人嚟㗎啦。上唔到位，佢哋認為自己冇上位機會啊，即係話佢哋都覺得自己唔會成為有錢人，但係有錢人呢，就會把握機會，佢哋會諗方法令到自己可以更進一步，令到自己係可以成為有錢人。即係其實有錢人佢哋本身係好相信自己嘅，即係佢哋好有信心嘅係，就算佢哋個環境係同普通人一樣，佢哋都會相信自己可以成為有錢人。但係普通人佢就有好多固有思維啦，上唔到位啦，各種各樣嘅藉口啊。就係因為呢啲種種嘅藉口，令到普通人冇辦法成為有錢人。而最大嘅問題就係普通人佢哋有條線定咗俾自己，呢條線係佢哋自己定嘅，令到自己冇辦法成為有錢人，只可以做翻普通人。如果佢哋唔改變思維嘅話，佢哋又做唔到有錢人，即係唔係環境嘅問題，唔係錢嘅問題，而係思維問題。